感人北上匡吃深圳美食推薦總結篇。我作為深港兩邊跑嘅美食博主，可以話係食勻晒大街小巷啊！接落嚟，我推薦幾間連本地人都讚不絕口嘅店，尤其是係最後一間，記得點讚收藏好，嚟深圳嘅時候一定用得上啊！第一間嚟深圳一定要試下本地嘅茶樓，價格實惠又好食，基本上嚟食嘅都係本地人。推薦一定要試下呢一個薄過你前男友面皮嘅蝦餃王，入邊嘅蝦真係好大隻噶，好足料，同埋軟糯到一啜就甩骨嘅蒸鳳爪 ，XO 醬都好濃郁噶。呢度嘅其他茶點都係任點都唔會踩雷嘅，一邊食茶點一邊嘆茶，真係好寫意噶。第二間嚟到深圳又點少得深圳打工仔嘅浪漫豬腳飯呢？佢呢一家生意爆好啊，每日排隊嘅人都好多。無論係本地人定係各地嘅打工仔都好鍾意食，好食嘅原因係因為呢一家佢特製嘅豬腳，再配埋秘製嘅汁料，超正宗啊！膠原蛋白滿滿，食到嘴裏面真係好滿足啊！想體驗下深圳打工仔特色餐，首選呢一間店就唔會錯啦。第三間糖水鋪，呢一間糖水鋪由00年開業到依家，已經成為附近本地人嘅續命水，亦都係深漂門嘅童年回憶殺。喺呢度飲涼茶係情懷，品糖水先係享受啊！招牌楊枝甘露，用料超足。大塊芒果，飽滿西柚果粒，滿滿一碗嘅幸福感。唔少人堂食之後仲會打包一份走㗎。呢間平靚正嘅健康客家菜館都唔好錯過啊！佢哋所有嘅菜都係用有機材料整，招牌手撕鹽焗雞，雞肉又嫩又結實，雞皮仲好香添。客家釀豆腐，豆味好濃，中間啲肉碎又多，餸飯簡直一流啊！有機南瓜蒸排骨都好驚喜㗎，南瓜本身又軟又糯，排骨吸晒南瓜嘅清甜，兩種味嘅組合真係正啊！仲有機茄子同豆角，茄子味夠濃又唔會炆到腍晒，每一條都掛滿醬汁，好入味啊！鍾意客家菜嘅你一定唔好錯過啦！第五間深圳本地人嘅港式茶餐廳。呢一間店開幾多年就火足幾多年，雖然匿埋喺巷子角落裏面，裝修好簡單，但係人氣超級旺。佢哋嘅招牌滑蛋牛肉飯份量好足，蛋香味好濃好嫩滑，當炒牛河都非常有鑊氣，牛肉都係大大塊，價錢實惠，好多外地人都慕名而來噶。好啦，呢一份深圳本地美食攻略已經幫你整理打包好啦，祝你哋喺呢一個暑假期間玩得開心，食得開心啊！下集更精彩。